今来关心这金华城弊案，本地民众党主席郭文德是无报请会了后，检方提出控告，高等法院发回经裁，台北地方法院今早起开庭，先处理这庭事事项，下晡2点正式召开羁押庭。郭文德去到法院的时阵是拢无讲话，也若开庭是开2点半钟，法院伫暗头仔裁定这郭文德羁押禁见，郭文德随后铐起来，再去台北看守所。 民众党主席郭文德靠手铐慢慢行向警备车，逃离了无讲话。警备车驶出车道，伫支持者加油声中，郭文德下午暗时被载去台北看守所。主席会担心被羁押吗？还是会选择拒保吗？ 郭文德早起9点外到北院面对提问笑眯眯，检验侦办金华城案件，郭文德原本无报请回，检方提起控告了后，高院推召北院原裁定发回经裁，北院下晡2点正式开羁押庭。 郭文德律师团甲检方2度攻防，经过2点半钟开庭，结果大平盘。法院尾暗5点裁定郭文德羁押禁见，指郭文德明知增加过悬，超过560%容积，互金华城议案违背法定依原即期为止，互共犯违经集团主席请聘金，迄不法利息200多亿，涉犯贪腐治罪条例多例罪之，犯罪嫌疑重大，裁定羁押，搁禁止接其通信。 是不是现在心情蛮复杂的？谢谢。郭文德律师郑清源伫裁定了后，真紧离开北院，面色震动，被问到是毋是提起控告无讲话，已经被受押的申请人律师何冠雄以申请人因回答健康因素这理由提出控告，影响被助理高顺明也提出控告。阿伯已经被公告说羁押禁见了。郭文德支持者也伫爱国西路社团发声郭文德爱听住。好，那你现在要去开会了吗？对，好，我觉得我现在 OK， 好，谢谢你哦，谢谢，辛苦了。原本咧就广播节目的黄国昌知影郭文德被羁押，提前离开。民众党应变小组会紧密开会，全党要团结捍卫郭文德性命。我们认为此案的关键在于证据，而不是政治。没有人可以操弄司法，民众党也不要来操弄民粹，就让证据说话。 大家一起尊重法官的裁定。面对所有的司法案件，国民党一向秉持着勿枉勿纵的态度，强调程序正义、司法公平，希望司法单位能够依据事实证据办案。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亚出，无可公司8月12日发停业清算，到即马拢无申請。台北市商業處長是到9月7日為止，還未收到無可公關公司申請停業休困或者是其他變更的記錄。記者綜合報道。